台南市府检考会主委王志成涉嫌使用特技费甲公务车去互调查，检方伫咧日暗时复讯了后，互王志成以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。因为王志成本人嘛已经请示核准，台南市府强调依法行政，全力来配合检调单位，袂放任。一透早来到台南市府检考会办公室是照常运作，检调至六起超涉嫌滥使用特技费甲公务车的检考会主委王志成，经过一暗的审问，王志成以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。若因某嘛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，是5万块交保，嘛限制出境出海。若王志成本人呢是已经辞掉检考会主委的职务。本案静待司法调查。那基于对市政运作的尊重，那蒙志成副教授已经向黄伟哲市长提出请辞，那市长也准予同意。王志成奉指控滥使用特别费，佮派公务车载亲人。根据了解，台南市调查处接到内部检举，讲台南市府有公务员违法，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若王志成日后面对镜头是发冤枉。我都不知道啊，那就让他检举，乱检举，对不对？王志成辞职了后，就无搁对外回应。最近全台湾连续爆出公家机关公务车使用的证据，为监察院到地方政府拢有。有民众认为这拢是百姓纳的税金，当然观感会不好。都是民脂民膏啦这件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，勿枉勿纵。政府单位或相关单位应该要严格控管那个公务车的使用方式，以及公里数都要报表做好。目前台南市府检考会业务由副主委暂时代理主委的职务。台南市府强调讲，2011年都颁布公务车管理使用要点，首长就职嘛会提供相关资料。2024年嘛有办441场宣导，沙落来嘛会继续加强宣导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